發夢都估唔到咧，呢個世界上咧會有素食小籠包店喎。依家咧喺深圳就有間啦，佢喺深圳灣海岸城對面嘅商場外圍，叫做龍龍駕道。前往教學咧可以參考片尾。呢間鋪咧係由上海人同香港人開嘅，店面就唔算好大，但係有成64個座位咁多，單人位佔一半，裝修簡約，有落地玻璃可以睇到街景。現場可以掃碼落單，喺美團度買券食套餐咧比較抵，亦都可以單點。小籠包咧目前有6款，青 BB 咧揀咗其中2款，一款跟餐，另一款咧就單點。首先咧係佢嘅招牌菜金姜希素蟹粉小籠包，套餐價咧係42個8人仔。除咗小籠包一籠咧，仲可以揀一碗菌菇黑雞中粉絲湯，一碗紫菜豆腐花，同埋一杯百香果梳打水。原來跟餐嘅素蟹粉小籠包咧得3隻，4隻咧係單點先至有，呢3隻扁晒嘅就係啦，個樣咧好似慶春撲門嘅小湯包喎。點知咧一咬落去咧就試到有薑汁味嘅素蟹粉啦，辣辣地嘅薑汁咧同少少鹹嘅素蟹粉味道幾夾喎。呢個汁咧好食過慶春撲門，如果個汁嘅份量多啲就好啦。咁至於皮嘅厚度適中，口感都唔錯。店員話咧佢哋係用有機麵粉做嘅。另一款單點小籠包咧係羽衣甘藍味，單點有5隻，跟餐咧就得4隻。呢款咧就冇湯汁啦。不過小籠包內外咧唔算好乾身，青 BB 咧覺得有啲似蒸餃，餡咧係少少鹹嘅羽衣甘藍水，有住家嘅風味。如果你覺得唔夠味咧，可以喺櫃桶咧攞隻豉油碟裝旁邊嘅豉油、醋同埋麻油嚟點，有調味料加持咧就更加有風味啦。食完小籠包咧就試其他嘢啦。呢款咧就係黑雞中粉絲，湯底咧有菇菌同埋麻油味。黑雞中咧數量少，蘑菇咧反而多啲。其餘食材咧有腐皮、菠菜咧同埋一片白蘿蔔。粉絲嘅份量咧都唔多，整體味道不足。如果你擔心唔夠飽嘅話咧，跟餐仲有一碗紫菜豆腐花食。豆腐花咧都算滑，而紫菜量咧都多，仲有卜卜脆嘅可以加落去。食完咧就飽晒啦。跟餐飲品呢，青 BB 咧揀咗百香果梳打，裏面咧真係有唔少百香果肉，都係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咧，飲佢真係勁 fresh 同降到溫啊！呢間素食小籠包店嘅食物水準呢仲算可以，食物味道不俗，美團價咧都算抵食，而素蟹粉同羽衣甘藍味咧各有特色，但係都有改善嘅空間。你哋有冇試過呢？知唔知其他味係點呢？不妨留言分享下。